顶半档是陈明先生，下半档是陈雷。这两个作家写的作品拢非常的赞，所以大家若想要熟悉台语文的作家，一定爱读这两位先进的写的册。好，这个活动是台文博览会甲台语文老台语随台语社，也有高雄文化馆做伙举办的嘛。台文博览会逐个月拢有办足侪精彩的活动，类似全台语的讲座，就是咱今仔日参加的这个讲座，也有台语文的课程、台语开讲会、台语过生活，昨拄结束。昨的主题嘛是非常的精彩，逐个月拢有。若是有想要做伙读册，咱遮嘛有举办即个台文读册会，所以台文博览会的活动真正是非常非常的多。若是想要知影较详细资讯，会当扫正手边下骹即个 QR code 来敲找阮。嘛会使拍台文博览会，毋管是伫面册、Twitter、IG。也是迄落 YouTube 拢会当找着阮，好，所以就欢迎大家做伙来台文博览会逗留咧。毋管你是想要听一寡较有知识的讲座，也是想要上课，也是想要用平常时甲朋友开讲报道卫生，也是想要读册，阮遮拢有。好，歹势。好，安尼个又倒转来今仔日的主题。好，今日的主题是陈明仁先生的台语文实践加创作。今仔日是邀请到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教授洪丁教授来甲咱绍介。洪丁教授伫2022年有主编一本册，叫做《中学台语文教材教法》。这本册嘛是真正足赞的，就是欢迎大家做伙来买，做伙来使用。洪丁教授除了出版这本册，嘛有做台湾民间文学、台语文学创作、台语文学研究、歌仔册研究。重点就是伊真了解陈明仁先生的作品。伊捌做过陈明仁台语歌诗、台湾书写的研究，所以今仔日邀请到洪丁教授来甲咱绍介，真正是非常的适合。好，安尼就沙落来时间就交互洪丁教授。等下若是讲伫听的过程当中，线顶的朋友若是有问题，会当先拍伫YouTube 边仔即个 chat room 开讲室，到时阵洪丁教授讲座结束了后，咱后壁阁有半点钟的时间，会甲洪丁教授做伙来做一个提问讨论甲回应。好，安尼就甲时间交互洪丁教授，多谢。好，安尼多谢主持人吼，我先来分享画面。首先吼，我感觉主持人的声音真好听。咱关系讲台语的人会发现主持人是一个真少年的人。所以主持人的台语吼，还阁有一寡进步空间。毋过呢，真少年的时阵就决心要阁转来学台语，我感觉都真赞。我记得我迄个读大学的时阵，要转来真正认真要讲台语，我嘛是台语哩哩啦啦听用笑。但是我迄时阵拢想讲，我是台湾人我就决心要学台语所以虽然我讲无好吼，用笑。毋过呢，迄是真，我嘛是做好大互别人笑因为咱人人生在世，定定拢袂笑。过来就是讲，其实我嘛定会用气嫌啦吼，较熟悉的人会讲，台语讲甲差。我心内想讲，我就是讲了差，才要来倒转来学所以讲，其实主持人比我迄时阵搁较好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所在无啥了解，毋过咱知主持人吼，就是足认真咧学习，所以我相信你搁过冬你就不得了。因为我伫台中教育大学台语迄个教册阮的学生拢
我常常拢爱帮台学生考台语认证，所以我看过足侪台语讲了愈来愈标准、愈来愈正确的人，特别是定用吼用了就会进步。所以主持人吼继续哦吼，因为其实你的台语真好啊啦吼啊，我感觉你主持人真好，咱主持人是叶怡欣小姐，主持人住新北市3点埔，所以主持人诶台语真好听，比洪丁佫较好听几啊倍。过来就是讲阿仁啊，咱来讲阿仁吼，阿仁遐吼，因为主持人常常讲即个非常，咱阿仁遐吼有几啊届讲啊，即摆少年人拢受迄个华语影响吼，所以中国话影响，所以常常非常。其实咱台语有足侪话会当取代，真好，真赞，足好诶，足水诶吼，真赞啦，真牛啦，吼，真牛啦，足牛诶啦，啊，不止啊牛。所以非常阿玲讲台语嘛有非常，但是非常是真正真非常，才有非常。因为咱阿玲遐嘛，我想伊嘛，我拄则看 YouTube 伊有伫馆顶留话吼，所以阿玲老师嘛有咧听吼，我替伊讲者。其实我家己有不啥物时嘛发现讲，我有受华语影响，愈来愈侪，所以咱咧互相提醒家己吼。过来就是讲即个虽然吼头前拄则有一寡 test 的问题，毋过吼即个毋是长甲底的问题，咱即马就来把握时间来了解阿仁。阿仁老师，自少年的时阵吼，阿仁甲阮在台语学生的少年辈斗阵拢，阮拢叫伊阿仁啊，所以讲关系拢是阿仁。好，咱当面我嘛是叫阿仁好啊，关系讲话较袂挨。好，即个阿仁吼，阮自即个1990年代开始甲阿仁斗阵吼，伊虽然伊会使讲是阮的老师有辈，毋过阮就是大家拢若像朋友哦。伊对阮遮少年的即个特别是写台语文学的影响甲即个鼓励吼是真大的。所以咱今仔日的主题要讲阿仁的即个台语文实践甲创作。所以即张相片是2021年是袂？来，咱这是即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的台湾博览会的即个系列的讲座，真欢喜今仔日2月18会当来即个我来负责，我含慢，总是其实吼，我大概若讲要我讲即种题目，我拢会先想到一个人，就是廖水明，因为迄个上了解阿仁的应该是水明兄啦吼，廖水明兄，但水明兄伊就转去天顶啊，所以我只好扣开做，嘛是安尼讲，我真荣幸，但是真惊吓。不过吼，我听人讲吼，你若要学好台语吼，你就要去看阿仁的作品，因为阿仁的伊是足讲究即个语言，透过语言本身来感动，互你进入去个文学的情景内底。所以伊的文学语言，过来阿仁诶台语真正足好诶，足水气诶。即个原因就是讲阿仁的文学，因为即个阿仁，伊就是会晓罗马尼写叫所以伊拄着有。无法度用汉语表达的时候，伊罗马尼就自然就会当写出来。所以阿仁，咱看阿仁的迄个台语开真正足好诶吼。这就关键就是讲，因为伊的罗马尼真好。好，阿仁吼，即个一般早前90年代阿仁，因为大家拢叫阿仁嘛，所以出头一本诗集嘛是叫阿仁吼。后来有一寡无共款的笔名。即马因为年纪大，大家拢关系叫本名，所以大部分基本上都是陈明仁，咱知影就是陈明仁。阿仁呢，伊有一寡无共款的笔名，总是讲陈明仁即摆应该是大家上知影的。伊是1954年1954年伫即个中华梨林出世的，所以安尼阿仁今年我看卖54。主持人阿仁兄今年几岁啊？2004年1954。今年70呢。今年不得不讲，想要到阿仁的70啊。其实我不得不讲嘛已经54岁啊。我家己拢袂记得家己老啊吼。后来即个阿仁即马吼，恭喜阿仁吼，咱阿仁
今年的正月佫当选即个台湾笔会理事长，之前有做过，了后落任，最近佫拄当选，即个台湾笔会理事长一任是3工吼。另外呢，即个旧年正月台湾字杂志复刊了后呢，仍是即个总编辑，所以即个当你的双月刊吼，伊是两个月出一期的，欢迎大家来投稿。线顶吼会当看到 PDF 的专文啊，大家你若是你网络 Google 找台湾字，了后你就会当找到即个，这放伫台湾笔会馆顶吼，大家会当去遐，就会当看到阿仁的一寡文章，过来就是讲会当训练家己的罗马字，安尼才有法度正。你若咱若想要像正陈明年即款不止的一半的流度的即个优秀的即个台语的即个台语文书写的才情，咱大先一定爱学晓罗马字，就是台湾字吼。以早叫白话字，即摆咱想讲爱新时代咱叫台湾字，大家一定爱先固定。看台语文台湾字杂志吼，甲家己的罗马字练好。过来呢，即个恁即个即搭吼，互大家看几个甲恁有关的一寡画面吼，就是1991年8月15日，汉字时刊创刊，即个恁是即个同款是其中的一个发刊的诗人，所以伫汉字时刊，逐期拢有恁的诗吼。过来呢，即个1991年7月初日，台湾通讯创刊了后吼，即个我切一个另外一个画面吼，另外一个简报，我拄则袂记答，看觅，即个台湾通讯创刊了，对阿仁来讲有真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因伫北美嘛，所以呢需要即个看觅。需要伫台湾这边吼有联络人，所以阿仁甲阿辉就变做联络人。了后呢，1992年的2月开始，阿仁就固定伫即个台湾通讯发表文章，做台湾通讯台湾版的主笔。即个对即个咱台湾文学界吼，咱台语文学就是台湾文学内底真重要、上要紧的一件，迄个会当证明咱台湾的主体性的一个台语文学的书写。所以即个台湾通讯。即个台湾版吼的主笔，即个工作对阿仁甲对咱台湾文学史拢是真要紧的影响吼。过来，所以咱佫转来讲阿仁是1985年开始用台语来写诗，迄时阵伊是31岁，31岁，咱今年几岁了？过来1988年的时候，伊去互中国国民党吼当做思想犯吼，关伊伫甲笼仔内吼。甲即个吼，所以有当时咱互掠去关，毋是歹代志，因为伊想互掠去关，当然是失去自由，精神上受到折磨，身体、精神上拢受到折磨。总是伊拄着一个对咱台语文学界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因为迄个话有传嘛，关伫内底，伊甲阿仁台语白话字吼，这阿仁吼家己有伫几后盖有讲过即个代志，对伊影响真大，所以伊真紧就学会晓，了后呢，伫家落内底就用即个吼，因为会晓台语的白话字吼，开始就写台语戏剧酷家的文名。了后，迄个过当年出教，即个阿仁互关过即个真正捌做家过吼，这对伊写即个家的即种文学吼，然后有真大的影响，所以咱等下吼，嘛会经一篇吼，伊咧写即种的人互关的即个家落笼仔内的小说，过来。即个酷家的文明吼，捌伫即个北公演过有学生国公演吼，了后佫有刊伫1990年刊伫即个前卫出版社的台湾文学122期，所以佫有向前了后1990年12月15，即个台湾文学122期酷家的文明吼，你不得了，这是台语文学史、台湾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期哦，所以大家听保留好。了后就是1991年5月25，即个汉字时刊，我逐期拢有，我做好诶，好，就是安尼。了后呢，伊就开始踮即个馆长发表台语诗，汉字时刊今年总共出，我来印象我有出几期了后就无啊，每一期拢是类似一本册迄个高度。过来就是即个台湾通讯这真要紧，所以恁伫台湾通讯有发表册书、论述甲散文吼，佫有发表歌诗，佫有发表剧本。过来就是讲，因为即个台湾通讯
了离台湾这边的人就做一个台文写作会。伫台文写作会，因为就大家写，所以大家吼，咱做一个读册会、写作会，这是有意义的。因为安尼写，啊，所以需要搁较侪园地来发表，所以台文通讯已经无够这个空间无够啊。厝无够大，所以需要搁起一间新厝，起一栋新厝。所以台文通讯吼，伫这个这个状况之下，伫这个状况下吼，1996年10月，阿仁甲瑞明兄吼，甲阿辉因就催生这个台文网报。啊，后来这个台文网报吼，伫2012年2月开始，台文通讯甲台文网报合刊，啊由这个李干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来发行。啊，技术煞接这个台文通讯的编号，所以呢，台文通讯就对215期开始吼，就是台文通讯214期啊叫台文通讯，啊进前网报就是泛网报，啊毋过呢215期所以对于台湾文学史上，台湾文学史来讲，真重要一个时间就是2012年2月，有一个杂志叫台文通讯网报吼，啊迄时阵呢阿玲呢是社长，啊这个。台湾通讯网报即马是358期，啊，即个旧年的时阵啊，即个李干桥文教基金会刷对台北市的迄个西门町刷去新北市的永和区，阿林即马主要就是主要伫咧做即个台湾里这边的编辑，就退出即个台湾通讯网报的一寡事工吼。过来就是2006年的时阵吼，英澳文化基金会甲即个年度的诗人奖吼，第15届英澳诗人奖颁予阿仁。即个迄时阵随便吼有写一个廖论单名人诗作中的3种面相随便遐按即个铁塔面相、历史面相、语言面相来讨论单名人台语歌诗的特色这个论文最重要、最要紧的，就有收伫即个迄时阵的诗人的得奖专辑内底。过来即个2013年吼10月。随便遐伊有国立台湾文学馆有请伊写即个台湾母语文学发展之章甲笔尖吼，即内面呢有对即个阿仁的作品有做详细有路的讨论。另外呢，伫即个前一档2012吼2012年，即个俊州兄吼是俊州有写即个嘛是台湾文学馆委托的一个计划台语文学导论。即个吼内面吼对台面人的即个文学的艺术风格吼有真精彩的评论吼甲分析。这两本册真可惜吼，这两本册我感觉这是对咱台语文学界、台湾文学界最要紧的两本册。毋过呢，伊绝版因为台湾文学馆伊印册通常像我之前迄个歌册小书店旧年，伊就是印500套，500套卖了，基本上迄计划经费嘛了，就基本上袂阁印。所以呢，我伫即个旧年教台语文学史的时阵，我想要卖即两本册做课本。结果文学馆吼，我透过一个方式去问文学馆讲，因咧卖的人讲已经无所以我想咱应该爱想办法，互即两本会当个，但是伊版权是文学馆的，这嘛是一个问题吼。即两本是我认为写了上好的两本台语文学史、台语文学导论、概论上即款的册。若是暂时无册，大家当去图书馆借来看。即两本真赞吼，家财管头拢有。好，尼转来简报，另外一份简报，搁转来遮。我甲阿仁的熟悉就是即个1992年的5月，毋是1993年2月，我甲阿仁熟悉吼。伫即个前一档的时阵，就是因为咱拄则讲阿仁是台文通讯台湾版的主编嘛，时阵伊拄好因为伊1985年就开始写台语诗嘛。累积头一本诗集就是走找流浪的台湾，所以你看伊后壁，伊即个封面才有写迄个单面人括号阿仁吼，以前拢管逐项叫阿仁。过来呢，即个因为迄个时阵就是我去参加迄个草山的第一届台湾文艺营，我伫成功大学读中文系，应该是3年。我是2年的时阵对于台北转学去成功大学读中文系。了后伫3年休寒的时阵，去因为我时阵就是1990年代吼，阮对迄时阵的台湾有台湾意识吼，有册的台湾青年吼，拢发现讲吼，咱国民党的学校会当互咱的物件拢
拢有问题，咱开始怀疑，啊了后咱感觉咱需要伫课堂以外，搁去学习。啊，迄个90年代嘛是整个台湾，大家拢咧定心熟悉，定头过来熟悉台湾，认捌台湾，所以有足侪甲台湾相关的逐款的活动，不管是包括母语的吼、文化啦种种啊，所以即个草山即个第一届台湾文艺营，这是台湾笔会办的吼，台湾笔会以前叫台湾笔会，但台湾笔会呢，即摆基本上无咧运作啊吼。台湾笔会甲即摆还搁咧运作，即个台湾笔会无共款咯吼。再来就是即个1993年2月初6，就是有几工的活动伫草山吼，草山的岭头山庄。啊，我就因为伊是有讲，你若学生到然后相关的作品啊，伊会当鼓励会减报名费。啊，我就是迄阵我有开始写一个小说，就是对话上台语写的，就是互领导写阮兜咧问候领导的故事。啊了后就是即个我就投稿，啊了后就阿玲有看着我的作品，啊了后伫即个草山的时阵，阿玲特别甲我讲，即个文学台语文学创作的要安怎写，啊有一我拄着啥物问题，因为当面甲我做看教。啊，迄时阵就是讲要好讲，这对我来讲是真要紧的，因为迄时阵因搁推荐我订即个台语台文通信吼，再来就是即个即个啥台文通信甲即个台语学生，吼，迄阵就是台语学生，所以迄时阵我也毋知影有一个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嘛，毋知影有台语学生台文通信，就是因为我去参加第一届台湾文艺营了后。对我人生真大的改变，所以应该讲，即个1993年的2月，对陈凤珍来讲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讲我迄时阵是伫成功大学历史系走去对中文系走去历史系听林水平老师的台湾文学史，啊了后就开始去注意到即个相关的，啊了后行向台语文学。当然是因为阮成功大学中文系有即个小说的课，啊，我算是吴达文老师小说课，啊，迄个吴达文是即个李天聪老师的韩手，吴达文李天聪老师是我中国文学史的老师，啊，吴达文老师是教阮现代小说，啊，阮现代小说顶下底下写一篇小说，下底嘛写一篇，我因为安尼开始写台语小说吼，一开始是对话用台语写。啊，吴达文老师伊就足甲我鼓励啊，所以因为安尼，我就是才去即个参加即个，才知影有即个台湾文艺营，第一届台湾文学营，叫台湾文艺营迄款，所以这对我来讲是真重要的。过来就是讲即个伫即个1992年的2月，台湾通信第8期有刊即个阿仁的即个走找流浪的台湾这本册吼，伊头前有一个册书，啊，即个完整的书吼有刊伫台湾通信第8期内底吼，伊先做即款，大概先做即款，伊咧讲阿仁咧讲伊为虾米会变做一个作家吼，伊讲吼台语先咧，我三咧黑白写，啥物我高拢写，啥物写啊了就讲，即个吼内面安尼，伊讲阿玲讲伊读大学的时阵，阿玲若写过介侪电影剧本咯吼，伊过来一个，过来伊参加政治运动，做东江，过来阿玲讲安怎伊讲我爱流浪实在无往屈，写文章嘛写甲走前去。本来是要报告一寡我的台语文学过程甲东江的生活，讲我走找流浪的台湾的经过，讲我的流浪的性格是安怎封闭出来，煞各位别位去哈，各位别位去，连主题都在流浪，怀疑意思有搞得好啊哈，好，讲到这本册。这本册，这本我才有一本嘛，这是阿玲送我的，到底是阿玲送我是？介生迄时阵吼，我想我本来一直叫是阿玲送我的，
应该讲我是甲林金贤先生买，有可能是安尼，我嘛袂记，因为迄当时伫草山林金贤先生拢会，伊早拢伊拢咱若活动伊就伫遐住伫宜兰的林金贤先生，伊拢会摆即个台语文台湾相关的册单，啊有足侪台语的册，包括我有一寡歌仔册嘛是找伊，嘛是伫伊摆摊时阵甲伊买，啊嘛有可能是伫迄个时阵甲林金贤先生买，啊因为阿林阿辉嘛拢伫遐，所以时阵我有请因两个拢有甲我签名。啊，即本走找流浪的台湾吼，有即本的人真宝贵哦，因为这嘛绝版啦，我有，所以真欢喜。好，来，过来，好，第二本是1995年6月，即个流浪技术，即个吼是台面的台语诗集，伊有出2块贴谱，一个叫做性命技术，一个叫做流浪技术，吼，2块贴谱，认真心念的，真珍贵哦。结果我一直找无我的贴谱，我2块贴谱伫即个无细腻，伫咧搬甩当中，即摆毋知秘伫阮兜的啥物所在啊？我来。咱就来介绍即个流浪技术内底的即个阿玲的，最近来读阿玲的即个生命技术内面的即首病房的气味。安尼主持人是看要邀请咱 meet 的几位迄个兄弟来，看倒一位来念即个病房的气味。好，安尼咱邀请志婷来甲咱斗念一个。好，陈明仁1995病房的气味，生命技术。我无介意迄种气味，医生馆的味，病房较有的气味，互人想到死去，黑色的气味。死若像消毒水，会杀菌、消毒，生命中加负担的物，成功、失败、甲是非，亲像清洁剂。会清洗生命中的分热，行咱一个清气象的人生。蒙牌头顶刻的，拢是好名声。亲像消毒水、清洁剂，病房较有的气味，毋是死，是创造新生命的气味。看护妇的白衫，医生的青衫，会互人安心、惊吓、甲尊敬。仪表、病历表，大重的，拢会挑战生命，威胁死亡。我介意迄种气味，互人想到生命，面对死亡的气味。好，念完啊，安尼主持人要请志婷发表伊念诗的感想无？志婷，你敢有想要小可分享你读了的一个感想？可能还需要时间消化一下呢。无要紧，因为安尼咱就继续行落去好啊，吼。我感觉，因为咱人拢会有机会去病院啦吼，但是咱去袂写诗出来嘛，袂写即种有贴合性的思考的诗。阿玲就是因为阿玲嘛读过体学，嘛读过戏剧对戏剧语言也真了解。反正咱若读阿玲的文学作品，你会发现讲，阿玲吼伊对语言本身的掌握是真水开的。再来讲，伊就是讲伊的贴合性的思考是真巴甜的吼。再来就是讲，另外咧阿玲咧有伊家己我真介意的一首诗吼，有一日我死的诗，这嘛是共阮即期的生命技术。这样吼，大家伫 YouTube 会当听到迄个声音，你只要找即个敲找有一日我死的诗吼，你的生命技术，你会当找到线顶阿玲家己念的迄个声音档案。因为咱时间有限，咱就无点吼。无好，就安尼好啊，继续哦。倒来说落去，即个2021年的时阵吼，阮后生因为阮后生是咧读即个音乐系，伊是主修作曲嘛，
伊就想要写台语，因为爱写作曲作业，伊就想要写台语诗。因为我嘛甲伊鼓励啦吼，阿母会期待甲阮囝，因为伊台语也介好，所以我就找伊，应该是有一天伊家己主动找我，伊讲伊要找台语诗来谱曲。写作业了后，我就互伊足侪诗集的，找，最后伊毋是干那互伊阿仁的，互足侪，但是最后伊就是拣出，伊就较介意阿仁的这两首诗，伊请我甲伊整理起来，所以我有替伊有整理做汉罗版甲全罗版，这个就是这个。后来伊有真正有写做作业，伊甲我讲，你演唱的版本敢要互我看卖？伊讲吼，伊感觉因的同学，伊写了爱有合唱组去唱，伊感觉唱了伊无介满意所以我到今嘛也无听过。后来总是讲吼，迄个时阵吼，就是讲伊一个19岁台湾囡仔吼，台湾少年人，伊甲伊这两首诗，这嘛真心适合。所以咱来看这个头一首，这是这个发表伫《流浪记事》吼。这首其实吼，伫1992年5月就有刊伫走找流浪的台湾。后来《流浪记事》重新处理过，所以我即摆互大家看的版本就是1995年6月《流浪记事》。我这个人较介意互大家看讲，原始伊本底写做啥物款，迄种看到迄个真面目，迄种感觉。好，安尼咱即个主持人这首诗吼，用2页。咱邀请倒一位兄弟来念这首诗。好，安尼咱就邀请阿秋，劳烦阿秋。好，对这个吼，歹势，阮兜的狗伫食水，陈明仁作诗，雨水滑落的下晡，日头秘伫瓜犁仔顶。低头歇伫肩胛头，白灵丝顺流仔蛇，草搭青天甲云影，沟仔水悠悠仔流，辽过的所在落落落，四骹仔歇伫水底的土轮仔内，树仔骹自一烟阴凉，囡仔甲牛抢一顶发草的眠床，日头骹骨啊骨，汗水栽做种，乌涂含白涂，年冬毋知好也歹，迄是天公的工课，有种就有忙，拍远嘛是过一冬，低头骨一头，瓜犁仔落伫肩胛头，白灵丝飞过，要落雨的下晡。咱多谢阿秋姐秋姐你敢方便讲你读完这首作诗的感想？我对迄个要抢这个，讲囡仔甲牛要抢这顶发草的眠床，感觉真趣味。囡仔甲牛吼头仔我想讲，眠床原来是迄落对，就是迄个位较有阴影的所在，所以遐较凉。有，我感觉伊迄个什么，低头骨日头，这嘛足趣味的。迄种韵，搁迄种低头会去骨日头嘛，感觉就是，我袂想着。这成吼。就是装骹迄种，伊甲这装骹的迄个，虽然看是无啥，毋过还写甲足有足趣味足有敢若伊像伊讲拍远嘛是过一冬，就是虽然拍年冬嘛是过一冬，个迄种人对迄迄种对这天气啥迄种无奈啥。安尼。这个多谢阿秋姐吼，这首诗咱若大家来看，你会发现讲你有看到画面，伊袂输咧摄影。
就是讲伊无特别去讲什么较抽象的物件，但是就是讲，透过阿玲这首诗的这个安尼，哪咧画图，哪咧录影安尼吼，摄影安尼，咱会当看到迄个已经趴远的台湾，已经流浪，已经看袂到的台湾。好，所以讲。这首诗真正写了最好诶吼，无怪阮囝会介意吼，因为阮囝自细汉，我嘛拢会带定定带去庄骹。我想伊应该是透过这首诗内面所描写，去看到伊诶囡仔时伫庄骹迄种咱都市囡仔看袂到迄种庄骹迄种景致。这首诗会当嘛会当家画做网架，我感觉伊会使画做网架，一页就画面安尼出来。规个情景的铺排，我感觉即个诗的开头是真赞的吼。即咱会当看出讲阿玲的料到，过来咱透过即首诗，咱会当发现讲，罗马里的要紧吼，就是讲，因为有罗马里，所以会当无受到汉字的束缚吼，会当甲即个台语的语气吼，即个语言的掌握了足精密的。过来，咱来看第二首吼。其实中间人旁看一个是就2913年2月，即个伫一届，即个应该是伫中山医学大学某一届古早的一个研讨会吼。中是阿玲嘛，倒边是即个温言，后壁是阿欣吼，正面就是洪丁好。再来，彼暗的钟声，写我的囡仔时代，这就是伊头一届发。正式收伫即个册内底，就是即个流浪记事，1995年。主持人看倒一位兄弟要来念彼暗的钟声。好，彼暗的钟声，咱就邀请夏米，麻烦夏米。大平安。彼暗的钟声，写我的囡仔时代。毋知倒位的钟声，对我的心肝耳仔流过。醒来煞听拢无，感觉去迷茫着迄个所在，有火金菇、有草人，风吹甲尖塔的所在。拄放学会要安怎时，家己偷走去放风吹，规片稻仔长结规，稻草人一身一身。点点徛伫遐，欣赏赤鸟仔食青的姿势。风吹飞起来，甲我细汉的梦唱甲真悬真悬。厝顶一支一支的烟筒，云愈飞愈雾，看无较远的天边，简单较长的塔渐渐。我脚尾一定呢，还是看无较远的未来。风愈吹愈透，风吹愈清愈悬。天当暗嘛，看到火星仔闪烁，火金菇咧人菇仔顶，无张无弛线煞长去，风吹毋知飞倒去。暗暗风拢无，田花路悬悬低低，沿路行跋几啊倒。我的哭声互风吹散去，简单我家己听着，无语远远，钟声流来，我点点听，煞袂记得火金菇、稻草人，甲放气的风吹。好，安尼，这首诗念完啊，敢会使请这个夏米来分享一下你的感想？我是要怎讲？就是我感觉迄个阿仁先吼，伊咧写物件拢有互我一款感觉因为大家可能知影伊有写迄个，就是出版迄个拍远的故事嘛。我足济内底咧读伊的迄个作品的时阵，我拢有感受到，讲伊作品内底拢会互人感觉
咧写古早时，还是讲细汉时的记忆。啊，迄个记忆内底，咧可能拢是为即卖角度看，还是讲内底写诶，到落尾拢会看到较远诶未来。就是我感觉内底拢小可有一寡较稀微啦，是讲淡薄遗憾即款感受。啊，这我感觉拢是迄种咱人啊，大汉了后会有得到一寡感受，可能是平时也讲袂出来，所以借即个诗甲表达出来。哦，多谢吼，多谢黑米。即个共款哦，咱会发现讲罗马尼真重要。过来就是讲，咱发现讲，阿玲吼，阿玲的即个语言吼，咱来讲语言，阿玲的台语是真正真水气吼。所以我定讲，你若要知影你写的文章吼，是毋是有台语气有吼？你家直接就喺里面吼，直接家用华语甲念一遍。啊，你若用华语中国话念嘛会通吼，嘛真顺，就表示你的台语气真差。啊，你会发现阿玲的无法度吼，咱阿玲的就是伊的真正台语气足巴甜的，所以伊的语言本身吼，透过语言本身就伊就会有一种会当感动人的力量吼。啊，过来就是讲，阿玲的物件不管安怎吼，阿玲的作品吼，迄个画面本身是真巴甜的，伊透过画面，互你去感受伊的迄个。伊要传达互你的想法，透过画面安尼甲你看，互你甲读者同齐入去迄个诗的世界，最后咧读者就会感觉讲最后迄个诗人的即种遗憾啦、悲伤吼，伊嘛是共款有感受着吼，这个阿玲真有路的所在。啊，这首诗写了真好，所以呢，伫即个日语版呢，伊有翻译吼，翻译即个犯罪日文啊，伫2019年的时阵吼，就是即本2019年9月20吼，即个伫东京的故事会有刊行即个，这是台湾笔会甲即个合作一个计划啦吼。啊，即本册我有买2本，因为我感觉根据我的经验，我爱买2本较安全，所以我买2本。所以我即摆有2本，过来，即个吼，因为阮查某是学日语的，所以我有请伊家己翻做台语，啊了后我就搁甲调整者，所以伊即个介绍，伊会介绍我用日语来念互大家听，啊，没有我用台语念。即个伊讲对古早留落来，对即本册日文版的介绍啦吼，伊的日文版迄个歌名就是讲，互咱用台语唱出日本的歌吼。啊，了后呢，伊的即个介绍文字吼，翻做台语是安尼：对古早留落来风俗，抑搁伫即个庄骹，遮个人过了真久的日子，就算互保守的传统白条的吼，嘛有缘乐观，互因唱出来，用因的喙、因的唇啊，因的喙唇。少年时幸福的记忆，也是甲住伫都市的外省人的冲突。有时嘛有二八事件即款甲政治有关的主题，台语文学的老先家所创作的杰出的作品，这是日本国内头一本小改甲出版嘛，毋是用北京话，煞是用台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咱台湾文学足侪拢会甲日本有交流嘛，啊，大部分拢是基本上主要拢是基本上啦吼，99%。拢是中国话写的，吼啊用台语写的吼，这是头一本。啊，我讲真诶吼，即个，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了后去听迄个历史系林水明老师的台湾文学史，啊了后即个，搁因为写台语，所以开始觉醒吼，伫大学的时阵，咱咧讲台湾文学吼。若是无即个用台湾的母语来做主体啊，安尼实在是无正常吼。所以讲吼，咱会当继续来往即方面来拍拼吼。过来即个伫即个1992年6月吼，有另外出过当年吼出版即个陈美玲台语歌诗，即本我报啊有迄时阵有加一只贴谱。啊，迄个正出片，这是1992年10月吼，即个台湾网报，迄阵叫台湾网报，伊创刊，因为迄阵叫网报吼，网报其实毋是讲，即个网报是咱台湾家己的定较顾欠念讲啊，我网报啊，我网讲啦吼，啊，所以
即个就是安尼吼，网报啊，实际上毋是看轻家己的意思吼，所以这是创刊号，所以我有即期啊，各位乡亲，恁手头若有即本，就是即时阵1992年10月即本，恭喜你，你还甲伊当做传家宝。等下咱看到伊遮吼写讲，被即个编辑委员是即个陈明林甲陈鸿辉吼，伊会写迄时阵的发行人是廖水明，水明兄。倒来，因为有即个台湾网报，所以阿林吼为着伊就早前吼较侪是发表伫即个早期的即个台湾网报，所以开始因为网报较高嘛，所以就开始有一寡，因为咱写小说嘛，爱有得看啊，所以即个网报较高，所以阿林就开始伫写较长篇的小说吼，所以诗人的足杰出、足重要的一个诗人的恋爱故，就是伫即期发表啊，我有即期，你有无？过来伫即个新闻，即摆反正看即个画面是新闻，即本册我甲伊scan起来画面吼，即本册伊的刻吼。洪水顶有甲伊写新闻啦新闻洪水顶有甲伊普及，嘛有演唱，嘛无共人演唱，我才有线顶你若找会当找着无几个版本。咱请即个拄则迄个咱有讲请夏米来念即首新闻吼，来夏米。好，即首诗吼，即个名吼，拄则有讲着吼，我等下才小可遮人生的话来解释。我先来读。风若透，云就走，变做蒙雾大山头。月若暗，星就到，满天的浮萍含水草。毋免流啊，毋免流，有缘总会相拄头。若无缘，就若亲像田无沟，水无流。世间大，看透透，新闻拢伫离别后。毋通好啊，毋通好，离别是再会的源头。若无缘，就若亲像田无沟，水无流。世间大，看透透，新闻拢伫离别后。即个新闻吼，就是迄个人生伊有真接讨论即个事，就是讲要读新闻还是新闻吼。照伊家己的解说的吼，就是讲你若是新闻，就是咧思念的意思。所以即个新是爱读变调，就是即个是合做伙。若是新闻，就是你心情忧闷。所以若是照即个诗内底内容，我想应该是读新闻，会较合迄个作者伊要讲的意思。以上。好，安尼夏米，你读即首诗读完你有啥物感想？其实我感想嘛是差不多，拄则有讲过，因为我其实读阿人的作品，人生的作品，我拢有感觉，伊真爱写即款新闻，就是即个新闻，就是像迄个，因为阮逐礼拜拢有读册会，是咧读迄个，即马是读下乡的故事啦。迄个故事内底其实到尾拢，因为迄个下乡的故事，当然即个故事拢是咧讲较早的物件。所以其实像你看即首诗内底所写的物件，就是讲可能是有缘分无缘分，因为就是可能人交配也是讲，若较生疏一阵较无咧讲话啊，是无咧交配了的，较生疏了的，可能就无缘分就散去啊。这就是像人生的作品内底真侪故事，拢是讲即款物件，就是可能较早捌发生过啥物代志，可能真熟悉，还是甚至讲迄感情有咧来往啊，是讲啥款到尾可能啥物因端无法度继续可能几十年后，搁倒转去看遮个代志，就是感觉会新闻。就是我感觉读人生作品迄条上大的伊个感受就是安尼。以上。讲到这，我捌想过阿林讲吼，新闻就是因为咱台湾人袂讲我伤你，
伊讲会讲啊，我心闷，我心糟糟啊，心忧闷，吼，所以即个就是思念嘛，我想你的 ，I miss you。好，安尼真多谢夏米，咱继续。即个伊一开始发表是1994年4月伫台湾通信的第29期，迄个有一寡无共的版本大家会当伫线顶看，咱嘛咱看到地所轻唱的即个版本吼。过来即个我手头我有即个 CD， 我嘛是真感动，这嘛是一个宝吼。对，咱洪水珍老师伫2008年8月初3过往吼，洪水珍老师伊本身会晓，伊本身就是会晓弹过琴唱传承两歌，过来就是伊嘛是杨秀卿老师的学生吼，真可惜真早较早过往迄个伊内面吼，伊有家己谱即个4首诗的曲了，伊有演唱吼，有即个版本，我有呢，足好诶。真怀念，过来，刷落去就是1998年，拄才1996，佮2冬后吼，真重要一本台湾文学史，毋是干那台语文学史吼，台湾文学史上吼，应该讲世界文学史上，以即个台湾母语吼台语来写即个重要的一本册叫做阿春出版啦，即个是阿玲的这篇小说集，即本吼郑秀萍这阿春吼已经绝版啦。了后2000年2冬后出版《旁的故事》原版的吼，这个阿玲的这个散文故事集。实际上咱会发现讲，伫阿玲的作品内底吼，小说甲散文吼，故事因互相之间有一个连做伙的感觉这就是阿玲的优导的所在。重点就是写了真好，为虾米写了真好？第一当然是因为伊罗马字真厉害，汉字当然是无问题啊，所以阿玲会当用真精密的语言去讲即个台语，甲写出来，所以你会当透过伊的作品去看到真水气的台语。当然前提是阿玲本身的台语都是真好啊，阿玲的台语真正足好。过来，伊本身学过戏剧的语言，所以对伊的语言本身就是佮写过剧本啊，所以伊对即个语言的掌握度是真悬。所以咱若是要精进咱的，不管是要考台语检定，要精进咱的台语的文学、台语才调，还是咱就是日子真无聊，要来做艺娘，做消遣是要真做优秀的台语文学家，请大家一定要下苦心，毋免下苦心啦，就真欢喜。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心情轻松来读阿玲的作品，所以阿纯甲即个旁的故事是足重要，会帮助咱丰富咱的世界。过来就是讲即个阿纯旁的故事真为有定头出版、定心拍字定出版的阿纯无，所以我感觉后一部应该是阿纯爱过来，咱来迄个定出版吼。了后呢，即个2002年的时阵金平出版社就是金安民国文教机构诶，即个蔡金安先生伊的金平出版社有出版一系列的海洋文库台语文学大系吼，即内面有陈明仁的台语文学选过来2007年阿玲有出一个即个因为后来阿玲去都市生活嘛，所以即有较都市 style 的即个路树下的大伯即个伊的台语的小说剧本集。即本有加一块 CD， 有内面其中有我就是毋是全部，有其中有一部分有念另外，即个咱即马等下咱来分享即个老实古教，因为我有讲阿玲互管过嘛，所以伊咧写人去用掠去加落来，用弄啊来迄种诶小说写了特别真啦2006年10月时阵先发表伫即个台文网报小说精选集第1集，即内面即本册迄时嘛有加 CD， 内面有几篇作品，毋是全部有念即篇迄时阵 CD 是即马伫公司台语台服务的吴国珍国珍伊念的毋过呢，咱即马想要。后来有收伫2007年3月，即个路树下大伯就是即个老实古教即个小说
带落去，咱来请即个今仔日咱迄个Google Meet 的即个兄弟吼来三甲来念，来负责来念老实古教啊，所以迄个主持人即个老实古教倒一位来念。好，安尼咱就请弟弟来甲咱念一个。好，多谢。老实高照，你毋捌管过，无啥啦。我讲寡经验互你听。斗阵的，客我来无要紧，趁得有机会坐车佚佗。天气敢若袂歹款，我犹袂一冬咧。你毋是照调，是申请换法院审判。我是判刑确定啊，先关本金，还阁有一条利息咧。本金7箍，利息2箍。是咧，应该拍一支先仔先甲你熟悉一下。人叫我看滚，无要紧，路头真远，哪开讲才会较紧到？有一只鸟仔歇伫车窗铁网仔边，毋知还会飞袂？讲到鸟仔，昨放风雪仔中就掠着一只互我。放风起呛着落雨，上界厌气。本地会当拍15分钟篮球，甲体力小透一下，较袂拗小咬骨。伫球场5个拍5个，较免转去笼仔内咧5个拍1个。球场澹漉漉，底帽仔毋肯互阮耍球，有人着踅球场行几十年。嘛有人规去一搭一搭牵做伙摸较好难。雪仔中伫球架边捡着一只鸟仔，实个毋知是互蓝淡去，抑是有啥物各样，煞袂飞。多谢迄个弟弟呢。啊，即个牵做伙是，我想我拍毋着，是牵做伙还是牵做伙？牵做伙，牵做我会听哪会关系牵做伙吼。好，欢迎咧！大家若有落树下的图片啊，还是你有即本《大文盲无小说精选集》第1集，恭喜你吼！啊，若无吼，毋知影佫买着袂？安尼弟弟，你敢会使讲者你读即个小说的感想？好。我感觉因为黄丁老师嘛有讲到吼，就是迄个阿林捌去互管过吼，所以我感觉讲阿林老师其实伊咧写这经验，伊咧写物件拢为家己的经验出发。其实伊咧写这吼，我感觉非常有画面呐。尤其真厚吼，就是家己咱人的心情，甲一寡像讲大自然还是环境牵做伙。亲像拄则有读到，就是像讲落雨啊，佫有像讲掠着迄只鸟啊，还是讲无法度去耍球，就是一寡物件尔，一寡元素，你就会使去感觉到迄个心情，还是宏观的迄种心情，我感觉非常有画面安尼。真有画面啦吼，真有画面，确实是安尼吼。所以讲，读阿玲的小说，就是讲你会当袂输咧看电影，就是我感觉伊是咧写剧本的，就是像迄个，就是咧拍电影，你会当看到迄个画面咧叮当。真好吼，安尼咱过来就是咱拄则讲拍远的故事，前卫出版社迄个林文钦先生吼，有甲伊即个定新出版佫有专业的录音开差不多2档的时间吼即个有一寡迄阵前卫吼嘛有甲即个有囥一个宣传影片，有囥伫线顶，大家当家己找吼，你就是找即个拍远的故事，去 YouTube 找拍远的故事，你会当找到足侪除了前卫发表以外，
郑素娟老师嘛有甲一寡阿玲的即个旁远的故事，也是一寡早前阿玲的一寡歌词的即个声音版吼，有甲做做影片放伫线顶，吼，你会当去找吼，只要找旁远的故事，你就会当找着这吼。啊，即个旁远的故事，伊即个每一个文章拢有找人念，除了阿玲家己念的，有一寡嘛有找一寡无共款的台语人来甲配音吼。做了介有路吼，即咱若是台语无好的人吼，你就爱哪听哪对讲，爱对咧讲，毋是干那听吼，对咧讲，像买册佫听对咧讲。各位乡亲吼，父母兄弟姊妹，大家若是讲要练家己的台语，特别你要考台语认证吼，你若是定定感觉你的考试测验定定拢互扣袂少分啊，请你先对陈明玲的拍远的故事开始练习。因为伊的台语真水气，过来就是讲伊，所以这套册推荐互大家。这套册有6本吼，当然买起来若总买加成可能2-3千块。毋过重点是，这是有价值的。第一呢，伊真正是真水气、真溜达的台语文学作品吼。过来就是讲，咱若决心要学台语，拢是学了哩哩啦啦。咱朋友4-5年转，连我嘛台语哩哩啦啦，嘛无够好。这个正为这个吼，就是伊真用心所以呢，帮助咱学习大家要记的就是爱对咧讲，毋是用听的。即我这个 case 就是阮查某囝迄个伊是读日文的嘛，伊是手拿后来日文的双主修伊个有一摆我就听伊伫遐听看日本的电视剧伫遐。我耳机伫遐细细念，我想伊咧念啥？伊甲我讲吼，因老师叫因来对迄念，阮囝足认真诶，所以伊就对迄讲，迄个大学2年诶时阵，对咧哪看哪对讲，哪看哪对讲，所以伊即点真正足认真诶吼，所以讲后来伊就即个日语检定就过1级啊。当然，虽然日语检定毋免考，咱伫台湾考日语检定毋免考口说，毋过你也是爱对口说开始练习，即个所谓语言听讲读写伊是爱。甲做伙阮囝即个互我启示，所以我定甲我的学生讲，你若要练好你的台语，你毋是看影片，嘛毋是听影片，你爱讲影片，爱对咧讲这嘛甲大家分享。所以推荐旁的故事真为的即套总共6集过来，咱来即个旁的故事内底有一篇即个沿路超侪囡仔诗，即个是。台湾广播32期的时阵诶32期1996一个月出一本，迄时是一个月出一本嘛，32期96、97、98、99、67、8，差不多就是97、98、99，差不多迄个时阵我介意互大家看原本的面貌，就生做即款。迄当时发表的名叫阿夏李林波来，主持人咱什么人都就向这来念即个散文。好，安尼沿路憔悴的囡仔诗，就邀请阿秋甲咱念，多谢。阿秋你好好，安尼对第8开始。好，沿路憔悴囡仔诗，阿啥？来进来。沿路憔悴囡仔诗，阿啥？李林波。电视看到一出旧电影，叫做《青青河畔草》，是咧讲囡仔的恋爱故事，阁有美丽的田园景致。我常常去想着故乡的光景，甲囡仔时代迄段毋知要安怎讲起的感情。临时临要就去贴一张落蓝的火车单，转去故乡憔悴我的囡仔时，搬园林客运到阮庄外的家到庄外的家就要下晡4点伫车牌仔边买一个裤仔底，甲2块煎粿，哪行哪食，感觉无囡仔时遐好食。裤仔底煞无掺蚵仔。
即个裤仔底，因为第四声嘛讲较悬诶，裤边裤仔底，裤仔底哦，裤仔底煞无掺蚵仔，简单韭菜尔。过水墙，为大轮，搁行正百步，就有一个碰扑寮啊，出水口的铁管真大空，抽出来的水大管白色色，热人为学校要转去厝里食昼，走甲规身躯干，到遮就真欢喜，先好水洗面、洗颔棍，则搁啉几喙止喙焦，清凉的水透心鼻。即时我糋了食甲真爽，寮仔也得枵伫咧，毋过无咧抽水，也着免啉啊。寮仔边的田无咧播，改做种葡萄的园，当然也着毋免判水。即2年，公卖局改组做公司，葡萄用进口的，废止种造的契约，葡萄嘛废啊。规片园下咧远，即款棘手的葡萄，自做囡仔时代，阮兜厝后就种2丛，青葡萄到尾熟就返黄，日头光照着，就会抽着，日头光照着会通光，食起来真甜。我问阿爸讲，即款葡萄是啥物种？伊讲是五女链。我记因毋知意思，一直到会晓寡英语甲日语了后，才知影是Golden 的日语发音，应该是 Garden， 公卖局大量刻做，改名做金香葡萄。即个咱就是选到遮啊，即篇真长吼。阿秋，你敢会使？我请教阿秋，你是毋是宜兰人？嘿。因为我听你宜兰腔，即个说身躯了，讲身躯，恁讲分珠呀？嘿，啊说分珠，啊，过来迄个园，你讲迄个田园的园，你讲田园啊？嘿。真心实哦。啊，你敢会使讲者你读完即段的感想？就是敢若人有当拢会想要转去像囡仔时啊、青春少年时啊，着因为即个迄出戏啊，着想要转去故乡超找安尼，看会用找着啥物无就是你讲即种感觉，就是有拢对，可能坐会了，就会对以前遐囡仔遐代志，就有一寡搁想要去甲找转来啊。有当找转来，就像讲伊讲迄什么？迄个食迄粿无伊早。裤仔底你宜兰咱裤仔底嘛是裤仔底遐。嘿，其实阮遮无即个物件通食。就是无以早迄种大汉食甲以早的记忆都搁无共款啦。对，嘿啊，感觉有迄个失落的感觉。
看我底无蚵仔，干那韭菜真奇怪呢。虽然我即摆食菜，毋过我以前囡仔时嘛有食过蚵仔底，蚵仔底就是会爱掺蚵仔才对啊。嘿啊，伊这是头工减了，还是安怎来？而且蚵仔真贵啊，是安怎吼？所以毋知呢，就是无掺蚵仔的蚵仔底有较奇怪。嘿啊，就是正经阿仁老师的迄个小说，甲迄个陈瑞生的小说，共款拢敢若下人伫看电影的感觉。较是用画面。对伊咧行即段路会看到的风景，就讲这嘛是爱，就是讲文学家伊啊足认真、足骨力的啦，足骨力写的。像你若有当时，对，遐去注意遐细节啦啥。愿意甲写出来。对。爱有耐心。有影，真爱学习。安尼好，多谢阿秋姐吼。所以来讲吼，像有当时咱若学生咧写，讲我去倒位佚佗，真好耍，真好食，到底是啥物款好耍，啥物款好食，拢讲袂出来。迄就是第一，我感觉是因为有一种原因啦，嘛是因为贫惰，贫惰。所以要做一个文学家吼，大先啊骨力，毋是讲啥物拢讲，就是讲你要有选择，毋过伫即个选择的当中，为着要甲迄个情景爱铺排出来时，你一定爱足骨力写，比如看阿玲咧讲即个碰扑啊，了解碰扑啊，就伊安尼写，像碰扑，我就感受着我囡仔的时阵，所以有共款情景，外过老台湾的即种情景的人会看到即个作品会带阿玲带去迄个时代。所以我讲阿玲是写小说咧，用小说咧拍电影。真赞，阿玲真正赞哦。我互大家看即个原书发表的即个真长，我看吼。我因为有一届我想要互以早想要互大家来读即个作品的时候，我有甲伊开作的时间，总共有52张。我有52，甲伊加做52张，所以即篇敢若即篇就真长吼，就是最后是安尼。上尾结束是安尼，所以即个大先要做小说家爱骨力啦。你会发现讲，咱有当时人来问的我安怎什么啊？有咱就评断来讲就是安尼啊，我评断讲。但是咱就发现讲，即个文学家伊不止骨力，伊在对即个世间有感情有趣味，伊会感觉心实伊才有法度去讲到遮有所以讲。好，我来等去倒车的画面，讲了伤欢喜，转去好食。所以共款大家若想要读即个《芳的故事》的电视整理版伫即个前卫出版社出版的即个《芳的故事》内底伊第5集有出有然后收这篇，对，就是沿路超找囡毋是，应该毋是伫第5本，就是毋知其中倒一本啦反正就是沿路超找囡仔时我个人感觉。较有囡仔开口，好，真侪啦。其实阿玲作品足侪拢有迄种囡仔的开口，囡仔的趣味性。后来，伫即个2006年阿玲得即个英后诗人奖的时候，伊有讲即内面的奖词得奖的奖词啦。伊讲为什么要甲即个奖颁落阿玲伊讲伊用阿母的语言表明写诗，找找流浪的台湾。流浪甲台湾是阿玲歌词内底重要的主题。流浪的终点是要转来台湾的原乡所以咱会当发现讲，咱若要转去古早的台湾就是来看阿玲的作品过来咱讲上了解阿玲的就是随便嘛，随便是阿玲是1954，所以随便减阿玲一岁随便兄弟即个2002年将个找是过往是即个进程加在有写即本指尖甲笔尖指尖甲笔尖台湾母语文学发展，这是文学馆的一系列的台湾文学史的长篇内底长篇内底第33集，第33本啦即个拢是计划规个拢是用华语来写所以我感觉即个指尖甲笔尖有翻做越南语嘛有翻做我记得嘛有翻做日语毋过也是英语毋过无翻做台语呢
问题就是即将我毕业啦，以后要搁重新出版，我感觉咱会使家翻做台语吼，搁来重新出版。总是即个版权是台湾人管的。好，安尼吼，即个世事未得圆满，人生好得调整吼。毋过吼，即个随便兄弟伊伫即个人世间的时阵吼，留落真侪真宝贵的资产互咱吼，咱所以咱才会遮尔怀念伊。吼即张就是随便甲阿珍伫2010年2010年啊，2010年的时阵，2010年伫因一届迄个研讨会两个做阵翕相的。过来随便伫即个一张笔尖内底吼，伊有讲介侪对阿玲作品的描写我拄则毋是讲随便捌对即个三个面相来讨论阿玲的诗吼，即内面嘛有我甲伊内面的所写的甲伊摘一寡出来，甲大家分享吼。伊讲陈明仁的诗作伫即个找找流浪的台湾，也是找找家己的流浪的即个变境的过程当中，呈现即个哲学、历史甲语言三个面向。伫哲学方面，伊表达诗人的即个价值观、生死观，佮提醒台湾人应该爱有的精神内涵吼。即个讲了真好，就是讲咱台湾人应该有过去有啥物是值得咱保守的，未来的台湾人应该爱讲做啥物款的台湾人即种精神的内涵。过来伫历史方面吼，诗人吼透过台湾历史风土人情的描述甲关怀，表达一种即个朴实的即个人本史观。伫即个语言的方面吼，互母语的原音嘛，彰显台湾人特有的即个体学思考甲历史情怀，嘛即个展现即个台语的音乐性吼，凸显台语的音乐性点出台湾文学的语言的重要的课题，就是讲虽然有真到搭还佫有一寡咧袂少咧做台湾文学的人，因感觉讲做台湾文学史、写台湾文学史的人，做台湾文学教台湾文学史的人，因感觉我不晓母语嘛袂要紧你母语就写了无好啥。虽然有人安尼想，无要紧，迄种人拢会去互时代。我的意思是讲吼，咱爱拍拼，栽培咱家己才是上重要的。所以咱若感觉台语真要紧，咱感觉台湾的母语、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真要紧。咱除了家己爱用台语写，咱嘛是鼓励人用客语、用原住民语来写台湾文学。大先咱家己爱先拍拼。假使若毋是伫即个戒严了后，即个咱一直拍拼到今仔日，累积个人累积袂少的即个台语的物件，咱的台语文学愈写愈好。若是咱无安尼做，今仔日咱嘛是干那会当互别人甲咱骗受，咱气在心内，硬心肝尔。但是咱袂使干那硬心肝，咱继续拍拼，安尼一直行落去，一直行落去，相信咱台湾的文学有一天伊毋敢搁看轻咱的母语文学吼，所以讲咱就是继续拍拼，大家同齐来拍拼。后来过来就是春秋即个春秋兄即个2012年12月台湾文学馆出版的《台语文学导论》，正篇就是册批。我时阵买足侪本来送人，叫我家己存一本。我早知影讲伊绝版了，买袂着。我最后存第2本的是我应该爱较老的，我怎存这本？所以我细字无去 ，OK。这本写了真好过来，这本内底郑州遐有对阿仁的这个文学有出这款的评论介绍。伊讲诗人的白话文学观甲书写实践，偏向描述事件中的人心理、感情甲动作。互伊的诗有机会甲即个动心下点即个规篇全白即个经营上面的风格、叙述色彩伫情。过来就是讲陈明仁的文学应用乌窟互你跳，无说你的画图就死甲真歹看所以大家若要跳看卖，跳即个窟大家就是记爱记读阿仁的作品。一开始会先推荐即个真理出版社的即个《爬远的故事》迄6集。再来就是这我讲的，伫2022年的时阵，台湾通信要出即个
台文通识30档的纪念专刊，啊，邀请我写一篇即个台文有伫台文通信发表的作家陈明仁诶介绍啊，所以即我就想讲啊，要安怎来讲阿仁啊，所以我想的啊，我就讲阿仁，我介绍我歹势念，哦，我念一个好啊，我莫念，我请主持人，你邀请一兄姊位兄姐来念这段话好无？好，安尼咱邀请夏米。伊欣你念啦，你声足好听。好啊，伊欣你来念。我感觉念袂好呢，好。无要紧啦，就是练习定讲着，毋惊见笑才会进步。先是浪漫故意的陈明仁，伫理想飘浪的人生，诚侪公益的战士，也因为参庄文学、哲学甲戏剧语言的背景，搁在捌8月2的里边，互陈明仁诚侪介有个人特色的台语作家。陈明仁诚早就开始和罗兰写台语文，伊的台语文水开精密，文学语言流利活跳，土地开口巴甜，对生命有深刻的思写，对台湾有纯真的热爱。陈明仁的创作是台语文学史上声人的存在，是台湾文学史文学史里文学史里光艳艳的星，光艳艳的星。就是伊迄写真正真好听哦。我甲伊写歹势，我感觉写这我真有压力呢。我想讲啊，写了阿仁毋知会无有满意无？伊会感觉讲我写了安尼有够好无吼？因为写了上好人就是随明兄吼啊，所以我定想讲啊，我就是替随明兄来做这个代志。当其实安尼嘛毋对啦，应该讲陈明仁的作品吼是咱台湾人共同的资产。一个作者是伊作家，伊家己的作品写完，迄就毋是伊的啊，迄就是大家的。所以讲，咱大家吼来保守这个陈明仁的这个文学作品，咱会当继续伊内面有足侪无共的角度，咱会当摕来做学术研究。啊，咱若要互咱的囡仔会当了解古早的台湾，要互囡仔学着较台语开的台湾，就是文学。吼，反正阿仁的作品是咱会当多元运用的资产，是陈明仁送互咱的财产。所以希望阿仁遐会当继续写，继续拍拼。这个今年70万呢，祝阿仁70岁，这个身体勇健，万事如意，台语文出头天。过来，这个伫这个旧年一档半，差不多档半之前阮台中教育大学我主办的，阮有办这个陈明仁的讲座，总共3届，这是阮甲林明山台湾文学讲座请这个补助吼。这个是这个分做3期，迄时阮有线顶甲实体，感谢足侪朋友吼斗阵来参加。这张海报是阮学生设计，观点就是甲阿仁的作品拢等咧观点，其重要的拢放伫观点啊，所以这张海报真赞。正一片片就是演讲时阵的相片，演讲的相片，因为迄时因为抑个疫情啊，所以我就挂喙安嘛吼。太像无啊，我看有啥物爱补充无？最后是爱留一寡时间互大家来交流，好嘛？我讲阿仁这个，因为阿仁捌这个等我。阿仁高中捌伫咱台中读一学期了，去台北食头路，暗时读高中的夜间部，所以伊对社会有真侪无共款的体验吼。伊佫读过中文系，读体学吼，去美国读戏剧，主攻即个编剧语言。我想吼，这对伊的迄个作品百面是有影响吼。所以讲。所有经历，咱人生所有经历，拢毋是无意义的。
伊拢会发挥伊的作用吼，包括讲去用关，诚做事。所以中国国民党你看，其实咱感谢中国国民党，伊做一件代志，就是甲陈圆圆抓去关。对，因为安尼，而且拄好伫迄个时阵，蔡友全先生互关迄个时阵，抓去，抓啊拄好时间啊，所以呢，才会当拄着蔡友全先生甲阿仁学台语的白话字，才会当今仔日咱有即个机会。我相信阿仁以后嘛是会学啦，但是我讲互关伫内底无代志做，会当较专心来学。真正足感动啊！感谢蔡友全先生吼，嘛感谢即个中国国民党，是即个1988年甲阿仁抓去关，这有够重要的时间吼。好，安尼主持人，我先分享到这。好，非常感谢洪林教授遐尔啊精彩的分享。安尼就是请洪林教授小可休困一下。现场的朋友，线顶的听众朋友。会使小可消化拄则遐尔啊丰富的信息啊，若是有啥物问题，会使拍伫迄个 YouTube 边仔的开讲室。接落来时间，就互我来分享迄落等一下哦。我要小可放送活动一下。拄则有讲着讲，台湾博览会有足侪逐个月拢有足侪活动，就伫明仔载。2月19拜1的暗时8点到10点半，阮有举办即个台湾嘅什物台湾嘅诗境界使用撇步大公开，邀请台湾嘅什物嘅总铺师下米要来教大家安怎出好菜。内底内容就是会教大家安怎拍台语即个台语输入法，要安怎拍。若是因为可能有个人敢若会晓读，毋过袂晓拍，安尼要安怎使用即个家私咧？抑阁有即个世界上好用诶台语词典。若是讲你敢若知影用教育部诶词典去抄找，安尼你一定爱来听明仔载诶即个课程，因为下米总铺师会教大家安怎使用即个台语词典，这真正是有够好用诶。好，要安怎报名？就是扫正手边下骹即个 QR code， 或者是抄找台湾博览会拢会使。好，拄则就是洪林教授有分享足侪文学的资讯。若是讲你对台语文的读写袂晓，你会当来上即个台湾博览会要开课的即个台语罗马字读写基础班，就是会为头甲你带安怎就是甲你教你会晓。开课的时间是伫3月15号到6月7号，也是每一个礼拜的拜5暗时8点到11点，总共是10礼拜的课，36点钟。只要36点钟，你就会晓写台语文，会晓读，实在是有够赞的，对无？所以这个名额是有限制，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机会，紧扫这个正手边顶悬的这个 QR code 来报名。一档敢若开2摆课尔哦，所以一定爱把握机会。好，互大家5秒钟来翕相，也是 screenshot 拢会使。好，若是讲你有小可基础，想要搁较进步，安尼你一定爱来上即个台语罗马字读写进阶班。进阶班会互你学习到搁较侪台语文读写一寡技巧加知识，嘛是非常的赞。共款伫3月22号开课，上到6月21号，嘛是共款是每一个拜5的7点半，暗时7点半到10点半。嘛是共款，拢是伫线顶上课，所以袂互迄个地理空间限制，无即个限制。毋管你是伫台湾的倒一个所在，也是你伫海外，拢会当来上即个课。好，共款嘛是有名额的限制哦，所以大家一定爱把握机会来紧来报名。共款是扫即个正手边的即个 QR code。好，安尼活动就目前就
奉上到遮。好啊，毋知影大家就是对今仔日黄丁教授分享的即、个陈明林先生的台语文实践甲创作，有啥物问题要来做一个提问，也是交流的无？现场的锁定朋友，会使先甲问题拍伫即个边仔的即个chat room 开讲室的所在。我拄则伫即个 YouTube 有留话吼，就是我之前因为需要阿玲的物件影音伫 YouTube 做线的嘛，所以我有甲伊有一寡大部分我有甲整理起来，留做一个资料夹啊。应该就是碰上清单吼，所以我有甲迄个连接搭伫线顶，大家若有需要，你会当对我扣的遐去掠会较紧啦吼，甲大家分享。好，多谢洪林教授拄则有伫边仔老话区有分享一寡资讯，互大家。洪丁教授边仔我是志定。志定请讲。我想要请教洪丁教授吼，敢会使小解互大家看洪丁教授敢有做啥物陈明林相关的研究，还是即马目前就是台语文学还是陈明林先生的文学的研究，即部分敢会使小解互大家。我凊彩找我的电脑甲伊揪出来，互大家看。我来分享哦。好。我来分享。因为我定定爱，你话讲阿玲真要紧嘛，所以我有整理阿玲的资料，我家己嘛有写，黄顶写的阿玲的研究。伫即个2013年，我有写过即个陈明林台语歌词的台湾书写，迄时我是比较伊甲罗汉秀的台语歌词啊吼，因为我感觉因两个台语歌词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伫即个后壁我看卖，迄时间嘛真久啊吼，所以有关阿玲的研究吼，上主要就是水明嘛，过来就是早前阮台中教育大学即个王一如学生王一如后来去读台师大，我记得是读台师大台文所，伊嘛有做过阿玲的研究。好，咱来看即个国家图书馆。好，咱最近来去国家图书馆看卖，看国家图书馆，咱若伊的破晓书入门网，咱若拍陈明林的，找着啥物物件？好，咱最近来，即只拍陈明林，好，我拍陈明林哦。应该主要是伫关键词甲论文的名称，咱来找看卖。会当找到即个2014年有詹美万写即个陈明林拍远的故事的叙述分析，咱看一下啥。咱若去国家图书馆，伊有一个全国迄个台湾普适书论文的即个知识家系统吼，伊内面咱会当看到即个论文的基本资料，甲伊的摘要，知影即篇咧写啥。过来呢，伊即个目录即篇论文伊有分几个角度来看，所以大家若有兴趣会当去了解。过来伊的参考文献，咱透过伊整理的参考文献，咱就会当去延伸去看到一寡甲陈明林相关的一寡论文。过来有一寡物件，伊有像即篇伊就有电子专文，你爱去注册国家图书馆，你才会当掠电子专文。纸本的论文拢是一定要送一本伫国家图书馆咱搁转去拄则迄搭咱看除了有，咱拄则找陈明林嘛，伫国家图书馆的即个台湾普适书论文网拍陈明林你记得先煞交关键词然后咱搁找一届，来去 Enter。过来就是我拄则讲的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我的学生王一如伊后来去读台师大的台文系研究所嘛伊的学术论文是写陈明林这篇小说的语序研究，咱甲点入来看卖。这篇呢，伊咱会当看伊的目录同款咱会当看到伊的目录了后呢，伊的参考文献，所以即个普适书论文网这嘛，咱无一定写论文才会用到。其实咱想对阿玲的物件咱有兴趣，咱想要搁进一步了解咱嘛会当改当做一个自我精进的所在。同款有放电子专文来个转去遮。
过来呢，伫即个这应该是2009年吼，啊，一如即个是2012年，吼，2012年安尼就是11当前，12当前安尼吼。单位甲伫98民国西元2009年有单位甲单名人的台语剧本的主题研究，这是清华指导的即个张秀宽写的即个吼，咱共款的咱看到伊的目录，有啥物？伊的参考文献、电子专门，嘛有电子专门吼，你就是去国家图书馆即个网站遮有一个免费的会员，你爱伫遮家注册。有一个注册所有人拢会当去注册，注册了你就会当去掠伊的，你若要掠电子专门，你一定要先注册好来，国家图书馆其他我就无拢看，我想要搁看，把时间因为时间有限来，国家图书馆还有一个对咱来讲真重要，就是期刊文献资讯网期刊文献资讯网伫遮咱会以咱拍单名人，咱拍单名人，咱看会找着啥？一般来讲，破线术论文网就是即个咱人生中头一篇头一个较重要的迄个论文，就是学术论文。了，咱会继续写嘛，所以咱就会你会发现等我爱找即道我爱摕迄个篇名找篇名，先找篇名好，因为足侪人叫单名人，所以会找出作者可能叫单名人，但是毋是咱的单名人。我先用篇名来找。篇名好，咱就会当找着篇名遮吼，就有一寡有即个单名人，总共有几篇呢？就是以单名人做主题，但是当然有诶毋是啊，像这啥物，这个应该毋是单名人吼，毋是咱诶单名人好，但是毋过大部分是大部分是，咱会发现讲，台湾人就介意叫名人诶吼，这甲日本统治有关系。细节无讲啦吼，简单讲就是名人，过来咱拄则是找篇名对无？我即摆换找即个关键词诶单名人，关键词。我若用关键词是单名人啊，你会当搁找着无共款诶，吼，所以大家就是伊遮咱凊彩来点一个好啊，好比讲我看觅。廖水明这篇，发表伫即个《海洋台语文学杂志》月刊的即个台语小说年诶都市开口论单名人都市化诶杜伯仔诶都市书写。即个伊即搭伊就会过来讲伫当时这是2008年出版诶。你若是要伫即个专门你爱透过一寡伊会当去迄落。你嘛会当摕到，但是迄技术性较复杂，我就无直接讲吼。反正就是讲有一个过来，咱也会当看国家图书馆伊的即个观众咨询，有一个全国的即个图书新册好啊，咱先看新册。咱若伫新册遮吼，咱拍单名人找看觅，好。咱就会看到讲，有你看会当找着单名人吼，全国的新册，因为咱出册了新册 ISBN 嘛，伊遮就有资料，咱会当找即个，比如讲标题啦，是一寡作者，好，咱若找作者是单名人的开始找，会当找着即个前卫的台语现代小说选内底作者就有单名人，拍远的故事前卫，互咱搁点入去，你就会当找着伊寡详细的资料，安尼。过来，大概国家图书馆有介侪资料库对咱来讲是真方便。咱想要进一步了解咱所要知影作家，安尼是讲，好，安尼先分享到遮，主持人。好，感谢洪林教授的分享。拄则伫开讲室有人咧问讲，明仔载迄个加什么煮好菜的课表哪报名？我有搭迄个网链伫开讲室，咱即个台文博览会工作人员嘛有搭相关的资讯的网链，互恁参考。好，刷落来有优质，
有线顶的友志想要甲黄庭教授请教讲，即马就是因为即马有3套台语文、白话字，搁有汉字，搁有汉乐，想要甲教授请教讲，安尼台湾字要安怎去推广咧？哎，真简单啊！你若要叫我写倒一种，我拢会晓写啊。大声，咱若既然决心要学台语，要复兴咱的母语文化，咱爱甲家己变做栽培咱家己，互咱有一天紧早晚变做优秀牛道的台语人。写台文、写叫，不管要用汉字、罗马字，我拢写叫。这大声自我要求。过来就是讲，学到最后，你台语学到好，你不管要用倒一套，你拢无问题。因为我伫我1900年代到我学过足侪套，我了解袂少套。重点就是你，因为我台语愈来愈进步，所以大声就是安尼。过来就是讲，不管你学倒一套，咱有足侪迄个重要的台语文化资产，咱一定爱知影。不管是比如讲你看无台语的歌仔，用汉字写的歌仔册，你看无迄个过去足侪白话字写的文献，包括即摆我电话顶若写一篇拢白话字的文章，你看无吧？因为我无重要。但是就是讲，台湾你的杂志馆顶若一篇台语的文章，互你念袂出来，你看无，你要安怎讲你是牛道，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台语人呢？所以各位乡亲，这个问题毋是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大声咱来做一个有志气的台语人，栽培咱家己，认真打拼，先安尼。好，感谢洪庭教授的分享，重点就是爱栽培咱家己的人，咱先为家己做起，家己爱先打拼。好。搁有一个朋友想要请教讲，就是即马认证出来的教学人员，真侪拢袂晓白话字，这件代志。这个问题是安尼啦吼，若袂晓白话字的，我拢讲你莫讲你是我的学生，别人我无法度。毋过咱就是，所以你看咱就是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嘛，所以咱除了无机会人就无机会，若有机会，咱咧提供伊机会。可比讲，咱有即个台湾字的副刊，吼，咱爱互更较侪人有机会来读。除了过去的文献，咱即马嘛爱继续搁用白话字来写，互更较侪人会当知。所以台文笔会的刊物嘛是，我拢投稿拢是用白话字来写，全部都拢罗马字。再来就是讲，即个咱我开的啦吼，我开的迄个台语认证加强班，甲即个台语罗马字入门班。也是我伫阮进修部开的师资班，我教罗马字，我一定是教无迄套，咱当然爱甲教嘛，因为伊要做老师。但是传统的白话字伊嘛爱会晓啊，所以过来歌仔册伊嘛爱看有，所以我是3种拢会教。我拢会甲我学生讲吼，你莫干那想要做老师顾巴肚，你也是爱诚做摇到优秀的台语人，所以你一定爱拢看有。今仔日看无袂要紧，但是你袂使10档后又完看无，所以爱自今仔日开始自我拍拼。所以即个袂晓白话字，就是台语的青梅牛嘛。所以我讲的就是讲，咱大家有即个心了，咱来提供更较侪机会。所以也真感谢台文家师面吼，伊所做的即个找台语，咱只要去找台语，就咱发现讲伊馆顶拢有汉字甲罗马字，伊的汉字甲罗马字，伊罗马字呢，伊是用即个教育部的罗马字甲白话字，伊就直接帮你拢展现出来啊，吼。所以就是安尼。讲完啦。好，多谢洪庭教授。拄则有强调，就是即个找台语词典真正是介好用啦，因为伊拢有就是塞一寡迄落 reference 互大家看，而且阁有一寡教会公布啊，也是第2大词典的迄种扫描的档案，真正是做珍贵的资料，所以大家一定明仔载一定爱来上即个总铺师的课。好，安尼咱即马时间阁剩2分钟。无安尼，主持人我来 demo 一个找台语的画面，你画面找到我。好啊。好，麻烦洪庭教授。好，找台语伫旧年的6月的时阵升级吧 ，Plus 啊。对。
所以因为教育部的书典嘛是伫旧年的6月 plus 啊，咱其实教育部的书典你拍标你嘛是会当找到。我先试一下，比如讲我拍我拍的是8月2哦，伊嘛会当找到，你看伊会当照出来，同款啊。过来，因为我有试，我拢是拍8月2较侪嘛，所以我拢就试过发现教育部伊嘛是读有诶。啊，咱若伫找台语遮找，我比如讲凊彩拄食龙啊，龙啊来找。啊，我甲找一个语词是教育部甲标题都讲青春，青春好青春。啊，你因为我遮拍的是8月2啊，所以你即摆点8月2嘛吼，啊你找。伊就会甲你讲，总共咧找着7份吼，7份字词典有8词条，有青春，青春。啊了，咱搁甲伊用1930年的台语大词典有青春，啊教育部安怎写伊嘛合理啊，吼，所以真好吼，搁来汉落安尼写，啊会当看到，过来你会当看原册，咱要看原册，真正足大心的啊，所以大家吼，咱若有钱吼，爱记咧。感谢台湾家是咪？咱毋是甲赞助，咱是甲伊感谢吼，所以欢迎大家捐款赞助台湾家是咪？伊就遮有原文，你看偌好咧，你看，一个台湾家是咪要安怎赞助支持，就是我点仔说咧，真正足好用诶，所以用甲足感动诶吼，用甲即足侪少年人吼，拨时间咧做诶吼，所以咱爱家支持，所以咱大家爱来饲台湾家是咪？台湾家是咪？你会当伫线顶捐款，你若无介意网络信用卡捐款，你会使直接问迄个台湾家是咪因吼，像我即摆拢直接汇款啊，就是会当来同齐来支持啦，真好用，真正就像有台湾家是咪，我即摆拢毋免编足侪字典啦，大部分的字典遮拢有。啊，若是有版权的，就是伊会讲伫迄本册，比如讲张如虹教授的册，伊会讲伫迄个TJ 台语小词典的倒一页，我就去甲迄个字典找出来，来编安尼，所以真赞。好，我讲完啊。好，感谢洪林教授，喜欢安怎找即个台语词典，真正资料足侪足丰富诶。好，即马咱是4点2分，若是讲大家拢无问题，安尼咱今仔日的即个系列讲座就到遮结束。感谢线顶的有志做伙参加嘛，感谢洪林教授遮尔精彩的分享。好，感谢多谢，我要完成这个任务。多谢这个咱台湾博览会吼，互我这个机会，感谢大家。真正是感谢洪林教授无私的奉献。感谢阿玲兄吼，写作，所以咱大家同齐来写，咱同齐每一个人有家己的故事、家己的历史、家己拢是台湾人的记忆，咱家写出来，咱的子孙才会知影咱台湾过着什么款的生活吼，咱的祖先的生活，咱以后就是台湾人的祖先嘛，大家做阵来写。是，无毋对，大家做伙来拍拼。写台文出头天，讲台语出头天。真赞真赞。好，安尼咱今仔日讲座就结束啊！感谢大家，再会。再会。